这个新北市真无简单，让22天，昨个确诊数降落来82例，但是今仔日搁重回100外例，确诊数是123例，嘛是全台湾上多。指挥官陈时中讲，台湾无放松的本钱，嘛再三来呼吁民众，这个5日节莫回乡，莫跨区来耍动。有关这个苗栗，即摆是有5间的电子厂，另外搁加一间清洁公司，拢有员工来喂着病毒。还搁有这个疫苗现报的状况，指挥官陈时中伫拄前记者会拢有详细的说明。新增的219例。219例，那发病日采诊日是5月22号到6月7号，那基本上未满5岁到100多岁哈。那新北市123例，台北市54例，苗栗县16例，桃园市13例，基隆市8例，彰化县2例，台南市、新竹市、台中市各1例。那新增的案例死亡的案例是22例哈。那整体今天案例跟昨天一样昨天215例今天209例相对都比较低一点那整体看起来，在这个筛检的阳性率也都持平往下那看到这也特别观察新北市在快筛上面量，我看到检查了也快筛的3900那检查案例大概有阳性的快筛阳的39例。那阳性率到1点多那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了不过毫无放松的本钱毫无放松的本钱这只是2天的一个数目这是2天的一个数目那还要持续予以观察。那所以还是要再呼吁还是要这呼吁就是说，这是端午节真的是要避免自移动。我们累计了11326位确诊的病患，那现在已经有2157位解除隔离。那大概在金源电子现在总确诊数是210人，那本籍40人，外籍170人。那现在工厂以分仓分流降载生产的方式运作，那前进指挥所予以监督，那目前状况是正常。那本级员工预计在6月11号、6月12号进行第2次的全员筛检，大约是5000人。那外籍的员工高风险的960人。于集中检疫所隔离，另低风险1027位于套房式的宿舍就地隔离。有这个在立法院有委员在关心我们相关这些疫苗的一些进度那今天下午预防接种组会开会对于我们的目标群要做一个确认提供一下专家的意见。好，那另外呢，我们整体在进货，当然跟大家也报告，其实一开始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很多的一些，虽然我们去年在9月底跟 COVAX 签约，10月底跟 AG 签约，今年2月8号跟 Moderna 签约，那大概掌握将近2000万剂。那但事实上进货并不是那么的稳定。那我们当然是持续的努力希望它能够进货能够更稳定。但是近来也因为有一些厂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世界在抢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仍然是非常的大。那我们非常感谢这外交单位在提前就能够跟各个相关美国、日本来寻求他们的协助那也得到他们相关疫苗的捐赠。那会持续在努力会持续在努力。那也希望能够维持在8月底仍然有这样子1000万的疫苗这样能够进到台湾来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不是那么容易掌握，但是以这为目标，我们会尽全力各方面各个管道，我们都会去努力。